有谈到看心看境呢，北中人教看心看境，北中人啊，像详细的东西教弟子要看心看境。一文断次第，是先看境观空得了魔一物可得，然后摄空境心成止，终于的定就发挥。六祖坛经咒产品，六祖在评论北中人的禅修方法。他说：此门坐禅，言不看心，亦不看境，亦不是不动。言不看心，亦不看境，亦不是不动。后来，那个六祖坛经传到日本啊，他被日本人把它误解变成着心着境啊。后来科技发达，网络盛行，日本人又把它做成这个数位文字档，就把那个误解的那个有资料可以查得到啊。就是说，日本僧人把它误解了，把那个看误解成着，执着的着。那旁边都有注语的，还用日文字写出来，所以可以查到那个证据，就是日本人误解六祖坛经咒产品。经文本来是言不看心，亦不看境，亦不是不动。日本的僧人、出家人把它误解成说不执着心，不执着境，看呢误解成着了，执着的着，然后又在网络西贝塔电子火点协会啊，全世界这样发现，这样传播呢，所以应该要知道，六祖坛经做产品的经文本来是言不看心，亦不看境，亦不是不动。用的经文的字本来就是看字啊，看是跟观照有关的，跟止观法门有关啊。神秀有受到天台宗止观法门的影响。你看这里，这是印顺导师的著作呢，《中国禅宗史》啊。还有都是写到那个看心看境。凡舍身之法，先定空空心，使心静寂静，住想玄寂，令心不移。只有讲不执着，那是对一般大众的说法。那不看心不看境，那才是入门啊，真正功夫啊。但是北宗呢没有得到那个衣钵，没有得到禅宗祖师的衣钵啊，所以他是渐修法门。而南宗的六祖慧能才是得到五祖弘忍三经半内传授衣钵，传授依法，是顿悟的法门。那顿悟的法门反对那个有形有相的执着，所以才会评论北宗人不看心，评论北宗人看心看境的修法，禅修法门，所以才会说叫做不看心不看境，亦不是不动。是修道出入习不起，约定尽说是四禅，而身超向外，真我独存。有那个历史时空背景的。初修时从假想身横看，下手是假想自己从身中超出。看呢是一种东山法门禅有这类修法，但出神只是初学方便而已，是做法。今复弘忍的禅法一则于下，以便参考，如《楞伽师资记》大正851289下1290上说：坐时平面端身正坐，宽放身心，净空寂远看一字。正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，家相处独一高山，山上木的坐。可能那个字是旧的。四顾远看，无
有边畔。坐时满世界，宽放身心，诸佛境界。清净法身无有边畔，其状亦如是。依入道安心要方便而论，道性的禅法受过天台禅观的影响，是不容否认的。然坐禅等术语，为经论以来的习用语，倒未必是从天台家的来的。道性虽参学南方，受般若及天台的影响，但充分表现了独立的精神。道性不取天台教法的判别，连三指、三观以及圆顿、次第不定的禅观名目都没有引用，却在人家禅的传统上结合了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，而致力念佛心是佛、静心是佛的禅门。道性也还是即教入宗、依教名禅的，如依人家及文殊说般若而致力方便及五事皆依经文所成。至于教外别传，还要等弘忍门下出来倡导呢。第三节弘忍东山法门，弘忍传。继承道性法统的，公认弘忍为五祖。现存的弘忍传记，最早的是《传法宝记》《人家师资记》《大正851-289中下》，其次是《神会语录》石井本与《历代法宝记》《大正51182中下》。还有宋代篆述的《宋高僧传》，此下简称《宋僧传》卷8弘忍传，大正50754上中传灯录卷3，大正51222下223上等。弘忍俗姓周，黄梅，今湖北省黄梅县人，原籍浔阳，今江西省九江县。去世的时间有咸亨5年674说，上元2年675说，相差1年，现在且取上元2年说。弘忍生年74岁，所以是生于隋仁寿2年602的，弘忍比道性只小了23岁。传法宝记说，弘忍年12世姓禅师。人家师资记说，7岁奉侍道性禅师。宋僧传用此说。弘忍7岁608，道性29岁，那时正在吉州，自己出家也还不久呢。弘忍12岁613，道性34岁，正在庐山大林寺住，原籍浔阳的弘忍，这时候来从道性出家是更有可能的。弘忍一直追随道性，承受双峰的禅法。道性去世651，弘忍又在双峰山东10里的平木山建立寺院，接引四方的学众。弘忍的在山弘化，与道性一样的足步下山，也有不应高宗征召的传说。临终前也预先造塔，死后也色身不散，一直流传下来。东山法门，东山从弘忍所住的平木山的名。道性619请651，弘忍652、675，同在黄梅弘化，禅门大大的兴隆起来，尤其是弘忍的时代。如传法宝记说，既受父主，令忘所归，居具奏门，日增其倍。
二始于年间，道俗受学者，天下18九，自东夏禅将传话，乃末之末。弘忍在东山的名望掩盖了双峰。晋觉著《般若蜜多罗心经》李之飞略序说，齐州东山道信禅师远近咸称东山法门。其实东山法门一词起于弘忍的时代。弘忍东山法门形成中国的禅学主流，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。如720请作楞伽师资记说，则天曰：若论修道，更不过东山法门。大正851-290中。李华卒于大历初766请传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说，天台只观视一切经义，东山法门是一切佛尘。全唐文卷320。这当然由于弘忍的善巧化导及法门大起、根基不择的普遍传授所致。东山法门也称东山宗，弘忍时代的禅门隆盛，引起了独树一宗、独得如来正法的信念。法统的承传被重视了，689座唐中岳沙门是法如禅师形状，简称法如形状。金石续编卷6说，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少龙此宗，入位传可传灿，灿传信，信传忍。章说708请作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名并序，简称大通禅师碑，全唐文卷231说，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，以法传慧可传僧璨，僧璨传道信，道信传弘忍，既名重基，相承无光。达摩以来5代相承，为中原的弘忍门下所公认，那时慧能还在岭南弘化呢。5代的法统相承，决定是东山的陈说。2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的，遁入法界的，以心传心的达摩禅，也被明确地提出来，如法如形状，天竺相承，本无文字。入此门者，为义相传。斯人不可以名部分，别有宗名义。今为礼义法，能令圣凡同入决定。众皆屈身必请，变得本心。师以一应之法，密应于众义。世界不现，则是法界。此法如空中月影，出现应度者心。大通禅师碑名相入焉妙本乖，言说出焉真宗隐，故如来有意传妙道，力持至德，万劫而遥复法印，一念而顿受佛身。传法宝记，若非得无上乘，传乎心地，其孰能入真境界哉？师资开道，皆善以方便，取正于心。若夫超物相成者，既得之于心，则我所容身矣，何言与文字错其间哉？密以方便开发，其方便开发，皆师资密用，故我所行言，顿令其心直入法界。其言语，离其经论。弘忍于675年去世，法如于垂拱2年，686开法，永昌元年
689去世。接着神秀开法卒于神龙2年706。在这7-8世纪间，弘忍门下北方的禅法充分表现出部立文字、顿入、传心的禅宗特色。自弘忍的普遍传授以来，东山法门的优越性被佛教界发现了，东山成为当时的修道中心。门下人才济济，达摩禅、东山法门独拔于一切的优越性被重视、强化而表现出来。习其言语，离其经论，天竺相承，本无文字，是不立文字。别有宗明矣，正是教外别传的自觉。直入法界，屈身必请，变得本心，是顿入顿悟。一传妙道，为义相传，传乎心地，就是以心传心。这是有事实根据的，在东山法门的优越感中被特别重视而揭示出来。事实是禅法原是应机的，不随便传授的。但禅师们也有一般的开导方便或授以初学方便，如认为法器成熟可以入道的，才授以身法。佛与禅师们都是有此方便与身法的。达摩禅也不会例外，2入4行，入道安心要方便主体部分的开示，当时虽意在超悟，但一落文句，不免事实所不免的与一般的教授相近，这是一。达摩禅即教入宗，与经教是不相违的，但专为念会，不在化言。妄言妄念，无的正观位宗。领宗得意者，实有误入。不著名相而意在超悟，原是达摩禅的特色。这是2。弘忍的山法门，继承道性的入道安心要方便，重视达摩禅的领宗得意，所以当时传禅的情形，如传法宝记所说，即忍如大空之事，则法门大起，根基不择，其速念佛名，令静心。密来自成，当理于法。由地位密重，曾不昌言。倘非其人，莫窥其奥。当时不择根基的普遍传授是念佛名，令静心，正是道性，入道安心要方便的法门，但还是一般的。如学者而觉得有所领会，就秘密地向师长陈白自己的见地，请求印证。师长如认为他契当于正理，就进一步的语法。这一传授是师资间秘密进行，而不向外人说的。这一语法就表示为不立文字、顿入、一传达摩禅的真意所在。东山法门的身法传授被形容为弘忍祖师莫变先机，即受其道，开佛密意，顿入一尘。密以方便开发，顿令其心直入法界。以这样的一传顿入为达摩禅的真实，是东山门下一部分学者所肯认的事实。修心要论，顿黄本导凡去圣悟解脱宗，或作凡去圣道悟解真宗。修心要论一卷有好几个本子，
伯希和本3559号题，齐州忍和尚。续藏语大正藏本题为最上乘论，也作第5祖弘忍大师述。这部论是被传说为与弘忍有关的。宗镜录卷97说五祖忍大师语，欲知法要，心是12部经之根本。大正48940上正与论文相合。但人家师资记大正851289中说，忍大师萧然静，原作静作不出文记，口说玄理，莫授于人。在人间有禅法一本，云是忍禅师说者6言也。净觉是弘忍在传，不承认忍禅师说，也许就是这部论。近人发现人家师资记慧可所说部分与这部论的一部分相近，资个比对如下。人家师记修心要论，略说修道明心要法，直登佛果。十的经云，众生中有金刚佛性。十的论云，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。